我讲有一天恁学校的同学，若去讲着恁爸爸过去因早啊食药仔啦，也是食毒，你要安怎？我讲伊段话我会记一世人。伊讲伊会甲因的同学讲恁讲的迄个爸爸是因早的爸爸，毋是进听完然后认真趁钱饲完的爸爸。我讲爸爸过去的好，甲你无关系；爸爸过去的歹，更加嘛，甲你无关系。欢迎看大吉！哇，真久无看，你好孙建兄，来，紧甲大家拍一个招呼的。所有咱电视机头前甲咱的现场的乡亲市大家好。哎，带查某囝做伙来做节目，对介绍者，来姐姐用台语自我介绍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可晴，你三十，不是常常有国中，趁这个机会，做老实的有头交男朋友无？算了，他是讲伊讲出来，你即马是要安怎面对？当做无手回事。来，妹妹。大家好，我是方子琪。你今年几岁？对，八岁。平常时两个查某囝敢有咧讲台语？大汉的甲第二个有，是因为即届要来录这个节目，较才讲原来你这个台语无甲我好呢，所以安尼也好。有这句你知哦，那是有一个小故事。伊我讲爸爸的台语怎么学？我说全世界的语言要学最快的就是脏话嘛，对不对？唔管是英文还是台语，拢是。这就爱怎样？别人咧甲你骂啊！安尼，这个过来开始台语因为我常常讲，身为一个台湾人，你台语定会晓讲。是。要讲国语会当去学校啦，还是较同学安尼。孙建兄有三个囡仔嘛？对，大汉的今年拄高中毕业。三个囡仔带因大汉的过程，敢有发生什么代志，是让你感觉真感动的？应该是阮大儿子啦。大儿子，伊今年18岁啊嘛。哇！我会记伊国小4年的时阵，徛倒摆对学校甲载转来。是要去遐载，进前一天我就一直咧想一件代志。我讲，因为真个囡仔一定一天一天大汉啊。伊未来一定会去接受到电脑，会去接受到网络这块。那爸爸我因早过去的好的，包括我过去因早无好的新闻，因为一天一定会发现。一定会知影，所以我就是讲无今日要来甲载我来甲问一个问题好啊。是。我都爱起来，我就讲阿父啊，爸爸今日问你一个代志啊无？我讲有一天恁学校的同学，若去讲着恁爸爸过去因早啊食药仔啦，还是食毒，你要安怎？我讲伊段话我会记一世人。伊讲伊会甲因的同学讲恁讲的迄个爸爸是因早的爸爸。毋是进听完然后认真趁钱饲完的爸爸。这个我觉得有这个代志记一世人。我讲爸爸过去的好，甲你无关系；爸爸过去的歹，更加嘛，甲你无关系。所以我教囡仔拢是这个心态啊。所以，互因家己讲，爱替家己的人生拍拼咧。而且拄则起来话是为大汉后生的嘴讲出来，迄对你来讲是完全无共的意义。你啊，我讲安尼，人生有几大啦。每一个做爸爸的人拢希望，因的付出会当得到厝内人，不管是某，不管是囡仔的肯定，对啊，迄是上重要的，迄是上放伫心内，迄是上感动的。所以我一路到行来到目前为止，我拢敢讲人莫惊做唔对，爱受看要安怎个做好安尼。我真佩服你，因为你愿意伫节目顶面，甲大家分享这段过去。是，我相信嘛会当鼓励到真侪，真正即马当咧面对困难的人，只要伊愿意改变，所有的代志拢有可能会发生。大家人愿意改变，像这社会还是社会也是有温暖的一面啦。是。这孙建兄今日就是要。透过你家己的故事，那希望会当互大家鼓励，会当互大家有迄改变的想法。你嘛想要带来一首歌，互全世界上辛苦的爸爸妈妈一个鼓励，对无？这歌名叫做《斗阵拼落去》。斗阵拼落去。
咱来一步步一脚印，斗阵拼落去，不惊任何阻碍，双手举起来。双手举起来！认真打拼的人，天路的疼痛，会使咱来期待创造好未来。谢谢。听完你的故事哦，我听你唱歌，真正就感动诶。感动诶。迄个歌词，认真打拼的人，天一定拢会，互咱机会，互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安尼。对。所以来，阮就要来看恁今日选择的幸福礼，囡仔人的第8领加小配件。哇！现在选择礼物。自拍论这个物件，咱细汉拢有学过。是。吼，我对是咱上基本哦，想过甲咱细汉因早会晓的物件，啊，互因嘛会晓，哦，啊，一定会跋倒，跋倒无要紧，去配起来好啊。而且爸爸一定不一定的辛苦。对，就像咱脚踏车，甲脚来，到尾嘛是爱放双手，手嘛是爱放，然后家己学起来。囡仔总是会大汉啊。这嘛是爸爸妈妈爱学的一个功课，爱放手。好。那呢，今日趁大钱是不是会当顺利过关，把这个幸福的炸转去厝的？所以来马上来进行点礼念年好。3个人小刷接念配粉到盘仔内面，1分钟以内念5粒配粉，就算过关啊！有2届机会哦。真古水的画面，看恁安尼，恁练习的时阵一定真趣味，对无？细只啊，因为等到细只计练较侪届，伊咱会惊讲伊可能少岁。啊，伊个稳定性较无好，所以到尾阮等下会甲第3棒，迄稳定性上歹，放到第3个。哦，是啥？我。我。哎，我拄则发现一个真趣味的，顺过遐来，你先徛遮吼。好，你家叫。哎。你真好大胆，当然哈。你今日无想要等去厝啊？无啦，你是相当无稳定嘛。冷静起来。叫啊！你小拍。好啦，看你趣味，迄练习的过程一定嘛是真好耍，咱做伙来看。放下屁。来来。恁2个今仔我闻到一个无共款的味，花香味呢？其实是我接到一个任务，要来做蜜蜂了，叫做啥？点的念面好。有，你有味道吗？有味道吗？你较细咱会飞，好行。今仔要带你来真正比赛。好，开始。好，慢慢来就好。先念的，念的。好，慢慢行好。啊，轻啊！哦，你这较好飞哦。好，换一只。啊，这你试练的呢？有无？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 ，OK， 时间到。咱头拄仔练习表现了啦。足歹对无？迄就是因为咱无啉蜂蜜水。来，这罐蜂蜜水吼，甲啉落吼，咱比赛咱就第1名。干杯，做一届互大，加油！安尼啉落有差，我讲，咱这届比赛一定会得顶的，加油！搁继续再个练习，呀！所以你即马是哦，廖准你逐工拢啉迄蜜茶，嘿，你就变蜜芳哦。这有点叫做催眠啊，哦，家己动作真正是只芳，哦，最后家己变成一只芳安尼。所以等下要比赛进前，嘛是搁啉一个好啦。来，阮有准备。你有准备啦，好大啦。哎，好大啦。这杯大家啉落咱。好大。恁若有过关有奖品哦。哎。哇。真是。哦，我给恁有恁的话，你唱歌喙大对无？我带酒量卡。咱这交际应酬关系啊，无大歹势。哦，趁大钱先请2位。点礼念面好，请开始。来哦，加油！哎呦！真紧呢。
哇！妹妹，这边吧，冇啦嚟，加油！妹妹加油！呢個未出，3點啊！呢個未出，冇得。加油！加油！快啲，賣放棄，夠機會，夠時間啦！豆豆嚟，豆豆來，豆豆來！誒，豆豆來，賣條件，看完呢？睇你們時間看哦。哎呦！哇！快啲，你頭髮高一點就好。夠機會！誒好，誒，豆豆來，一坑裏邊哦，一坑裏哇！誒，好，我看總計現在是話無穩定，誒，真穩定啊！7、6、5、4、3。真可惜哦，頭一屆挑戰失敗啊！還有第二屆機會哦，加油哦！第二屆挑戰，請開始，開始啊！加油！哎呦哦，這些真正足穩定誒！為什麼你覺得可以這麼快？哇！哎呦，拱哎！哦，進來！哎，爸爸來啊！爸爸變做第二番的哦！哎呦！哇，冇穩定啊！哪一顆？成功啊！妹妹加油！慢慢來就好。妹妹，豆豆來賣金條，可以進去了。豆豆來賣金條，賣金把它放條。進去就好了，不要趕。那邊。哎，啊！快啲，來，我給妹妹豆豆來。豆豆來！空姐搬來邊，哎，豆豆來，傾啊！開始。好，把它放進去。真可惜哦，無成功。拿去了，咱还得领装过来比。就我跟姐姐来就好了。你慢點啦，已經足時間了，你很棒了。